后你别想约我。开房了，哥们儿。安娜呀，身材非常的火爆啊，都把你扑倒了，你竟然把人家给推开了呀，哥们儿，你还说你不是同性恋呢？你才同性恋！是啊，我承认安娜是个大美女，但是我一想到她有可能跟别人上过床，我这心里就不是滋味。我告诉你，你心里不是滋味不是问题，现在所有喜欢过你的姑娘心里才不是滋味呢。Everybody 都认为你就是个弯的。Who care？ 我只在乎我在乎的人。那我们今天晚上继续 happy 喽，叫上蒙丽和商震喽，走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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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安娜，那天的事很抱歉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当然不是故意的，你是有意的。顾大少，你对女人不感兴趣，你直接告诉我呀，咱们当不成情人，还可以当姐妹呢，对不对啊？但是你那么对我，那不是玩我呢吗？安娜，你误会了，我真不是 gay。我喜欢女人。你喜欢男人，喜欢女人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以后啊，你别再找我了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。